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美食界一年一届的大代志。台北、台中米其林指南2早起来公布着必比登推介的名单，其中有33间的餐厅甲小食店来入选，其中有13间是新入选的。这个店家类型真多元，有传统的小食控肉饭，有原住民的餐厅，嘛有素食的料理。 在疫情中，大家关心的美食必比登推荐的名单公布啊，台中市33间得到必比登推荐的，其中有13间是新入选的。控肉饭卤甲油金有够香，互人闻到就真想要配饭。这是伫台中东区的50年老店，变成必比登推荐的美食，生意人真欢喜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真的很开心，我们一样都会秉持爸爸所留下来传统的东西，那我们也是平常心，会这样子一直做下去。另外，有连续2届拢上榜的，我们很高兴，然后我也真的很感谢，内心很感谢我第一代老板娘奶奶。因为疫情影响，这摆佫登上必比登推荐的名单，心情有较放松。这一年的结果是我去年的努力，所以我的压力很紧张。 这摆台中市必比登上榜的总共有33间，有传统小食像牛肉面等等，有老字号台式的中餐料理、外省菜料理，也有在地小食、肉丸等等。另外，新增加袂少特色料理，像原住民餐厅，也是专门做香菇料理的山区的餐厅。大家拢度过疫情，期待讲随着这个餐饮戒毒内容禁令。 有米其林必比登的光环的加持，希望讲餐厅的生意会加较好。